好啦，乡亲继续来关心新北市，这一向是疫情的重灾区。今仔日增加的病例是87例，已经是小连续5天，这个确诊的病例拢降落来100例以下咯。市长侯友宜再去到快胎汽车公司去看汽车的生产甲制造。接落来新北市要安怎来防堵疫情呢？来听侯市长安怎讲。今天新增的本土病例87人。 居家隔离内管2659人，这里的新增本土病例里面，以中和18、板桥14、新庄12、新店10、三重8、土城7。特别要注意，我们的中和还是维持在一个确诊数目高的地方。板桥这几天看起来有上来一点，新庄也有上来一点，新店昨天跟今天。 这个幅度差很大，新店也有上来，所以这几个区域的都是我们的热区，一定要更严谨的去面对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个数据，其实要看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1周的周期来看。那这几天我们连续大概4、5天都是确诊在没有超过100例，都是上上下下，从60几到80几，甚至有90几。 所以，我们还有一个波段里面要好好的做好，在热区里面做好整个全面广筛、围堵压制，冷区还是要精准疫调，然后开始坚壁清野。这个是我们一直用的策略跟方法。所以我们只要落实执行，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的疫情不但能够控制得好，也能够往下。 继续的走下去，所以我们新北市还有一段艰辛的路要打。快筛的业者，我一直鼓励他们把筛剂的最重要的准确率、品质好，要大幅提升。更重要的，价钱要便宜，大量生产，越大量生产，大家买得到。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就会开始提供了很多的媒合，包括工厂的辅导啦，包括我们协助他们赶快。 跟中央来做一个协调的界面，所以今天去看这个工厂，这个工厂就是产生数据的整个作业的线。那这里面的品质的管控，我看这一家工厂里面大概的产量可以产量到1000万剂，所以这个主要量是一个部分，最重要是要品质准确率要高。 因为新北市有很多的往生者，在这段时间，市长真的很难过，也没有办法亲戚一一到府上去做致意，所以特别对往生者，我们发放慰问金，每人10万，发放的对象是涉及在本市因感染新冠肺炎的往生者，只要符合对象。 就发放10万给人奖金，我们会请社会局主动去做关怀，在关怀的过程当中，发放慰问金以外，只要有需要咨商的需求者，我们会转介心理咨商来做好服务。我们希望